咱台湾人真爱去澳洲留学，或者是去遐做散工。咱若来到台湾的澳洲驻台代表罗丁仪，最近因为要离开驻台代表这份工作，伊佫特别翕影片，用台语分享伫台湾的感想，用台湾话来甲台湾人讲再会。大家好，我是澳洲代表罗丁仪，会当代表澳洲来台湾。 我感觉非常荣幸。澳洲驻台代表罗丁仪以台语拍影片，字幕阁是台文罗马字。因为澳洲代表罗丁仪特别离开这个工课，回去澳洲，所以伊特别讲台语拍影片，分享这段日子的感想。我看见台湾的丰富多元，感受着台湾人的坚强、温暖、甲热情。 咱是足好的朋友，虽然面对不少挑战，不过澳台之间的关系确实比早更较吧。融入台湾的风情啊，对，然后也很做亲和力，算不简单啊，听得懂，就是很有心，然后。 这个需要花很多功夫。罗丁仪讲，台湾甲澳洲之间拢认同民主、开放、多元的价值，也同款拢有真丰富的原住民历史文化。台湾甲澳洲之间也因为安尼，发展出侪交流的机会。嘛为印太地区的和平、稳定、加兴旺，做伙打拼友情，互咱的文化更加丰富，嘛互咱更加有力量。 会当做伙面对挑战。大部分的台湾人拢讲台语嘛，所以呢，伊想要用这个台语吼，甲大家讲再见。外交部是非常赞成吼，伊用这款的方式吼，甲大家讲再见。咱台湾外交部面册也分享影片，俄罗丁仪以认等的台语，讲出对台湾的感情是真水气，也真甘心。罗丁仪为2021年2月开始做澳洲驻台代表，最近就要结束2年多的代表工作，回去家乡墨尔本。记者郭定水台北报道。